哇！喺澳門又跑東望洋咯其實依家仲揸有車，有啲 out day 喎。喎。好過你啲車啊，都冇聲嘅。我一踩就即刻走，你仲喺度轉波。好過你啲車冇靈魂啦，同揸架雪櫃出街有咩區別？好，停一停，我哋今日唔鬥嘴啦，直接 battle。電車最大優勢就係扭力，我一踩就即刻走。大高速嘅延伸同埋呢個駕駛嘅節奏，呢啲係電車媲美唔到嘅。好，兩個都唔好打啦。電車冇變速箱，佢最大扭力輸出嘅時候咧，起步就會快啲嘅。而有車咧，因為佢有變速嘅區間啦，所以相對上要嘅時間都係多啲。而兩個嘅駕駛感根本就唔同，所以兩個都啱。電車日常咧成本一定低好多嘅，長期用一定慳錢嘅。但你充電都要時間㗎，有時候仲要排隊。我有屋企充啦，咁都唔係個個有車位啊。好，等陣先。喺香港咧，用電車成本雖然低啲啦，但因為叉電需要時間啦，而充電樁嘅車數量咧都係有限嘅。而相對上有車咧，咁我哋去油站入油都會快啲啦。咁呢一樣嘢就正正反映咗兩種人唔同車嘅使用習慣啦。有車改車先係重點啊！生死氣 turbo，你電車邊度媲美到啊？咩都可以改，可以玩。電車都可以升級啊 ，software update 啊嘛。改車定改電話啊？好，等陣先。現階段嚟講咧，有車嘅改裝空間咧，的確係比較大嘅。而電車咧，最主要都係集中喺改底盤啦、軟件啦，同埋外觀方面嘅。咁所以相對上咧，而家有車的確改裝咧係普及多啲嘅。哇！你睇下，全部都係有車嚟㗎，幾多嘢整。你冇咁囂張，電車壞一次大電你就知咩事。好，等陣先。電車構造咧雖然簡單啦，但日常維修嘅價錢咧係相對係低啲嘅。但係因為佢用大電為主啦，咁最終咧，如果我哋維修大電咧，所需嘅費用都係應該會比較貴嘅。但係有車咧，我哋平時都已經可以去維修啦，而且成個維修嘅體系都好成熟啦，所以相對上拎架有車去維修咧係容易啲嘅。而家走咗仗，知我咩料啊？揸車都係一種享受嚟㗎，唔係一種交通工具咁簡單啊！我就係要方便同埋效率啫。一個重視感受，一個重視體驗，其實就正正反映緊兩代人對車嘅定義啦。電車越嚟越普及，呢一個係一個趨勢，但係有車其實代表緊住一種文化，將來兩者都一直會並存。早取代啦，你等多10年先講啦。到底你係電車派定係有車派呢？下面留言話俾我哋知啊！